来关心国内这中营航空10几个空服人员是去到立法院头前来抗议，替因这个破病上班落尾不幸过往的同事来发毋答。因是指出讲，这公司呢长期以来请假的制度拢一直有问题，毋但是减价尔，而且佫会影响到福利甲考绩，甚至会互主管甲伊约谈，落尾大家毋敢请假，毋才会造成今仔日这场悲剧。 中营航空的空服员甲手中的白玫瑰放伫立法院头前，来悼念过身的空服员。西村的空服员因为身体无爽快，毋敢请假继续上班。对伊带离飞转来台湾住院了后，就安尼过身去。这个案件引起各界关心。工会表示，因自本伫咧公司就设一个悼念区，但是透早接到消息，讲公司拍算甲伊刷掉。我们在公司设了一个小小温馨的，令大家可以追思的献花区。我们不见任何一个主管下来表达关心，甚至我们今天发现，我们的公司想要出手把它清除掉。 情何以堪？中营工会表示，公司长期对员工的请假规定拢真严格，亲像请假就要靠分数，考绩也会受到影响。亲像病假、特休、风台假，基本上拢是袂当请的。请假会互公司扣分，影响福利，变相亲像受到处罚，甚至佫会互主管约谈，怪员工无甲身体照顾好。 在一般的公司，如果今天生病了，公司要求你用个人的特休去抵扣，可能大家都已经会很不爽了。但是在长荣航空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在长荣航空是，我就算要用自己的特休去看医生、去养病都不可以，因为后续面对你的就是锁班表，就是让你无法选班选假。 工会也预告拜四透早立法院维权委员会会讨论中营航空的一条健康。工会打算提早到位，公开向政府表达诉求，要求爱修法加强保障劳工的请假权，包括病假、天灾、风台假也要有基本的休假权益。请假袂当用考绩来做威胁，希望政府会当保障空服员的基本请假权益。记者陈亚轩、郑俊佑台北报道。